今天早上计划到17大坝源头，到的时候9点多钟吧，大坝上有些钓鱼往回走有些还在不停地往里面去钓鱼。听说在坝底沿端有用船钩防身钓住大路亚的样子钓到些鱼，还不错，就跑去凑热闹一条也没钓到。那个时候疫情已经过去了，又回来搞这个打源头，最后源头效果也不好，就钓了2条小鱼，还丢掉一个香猪，就收竿回家了。